30歲嘅 Nathan 係軟件工程師，佢睇到宏福苑大火嘅新聞，知道好多人失聯，又知道有市民自發整嘅網上尋人表格，因為太多人登入而單機冇辦法使用。佢就喺火災發生嘅第一晚即刻整咗個網站，按宏福苑8棟樓劃分為8份表格，俾居民填寫同埋更新自己屋企最新嘅狀況，例如平安、求救、離世、尋人等等。我先係起一個平台，同埋我可能做一啲技術上嘅 support 啊，冇話諗咁多咁，即係淨諗住幫到手出力咁樣，做到就做咁樣。網站至今已經有超過40萬人次使用，試過同一時間有2萬人在線。Nathan 話冇諗過可以幫到咁多人。個流量我真係冇諗過咁多，最感動嗰個位就係我借起一個平台出嚟，之後好多義工佢即刻舉手啦，就話自己係有唔同嘅專長，有啲咩可以幫手啊咁啊。其實係一呼百應，大家都係唔知大家喺邊度，但係即係好多人係好主動去投入呢件事。